后来乡亲啊，人哦，真正唔通来激气。台东一对阿美族的爸仔囝，30多年前做伙出海，当时两爸仔囝意见袂合，冤家冤甲真厉害。这个爸爸袂堪得气，竟然甲当时这17岁后生，隔离喺西班牙的小岛，佮摕走着后生所有的证件做伊走。事后后悔，已经找无后生了。尾啊，这个后生拄着到西班牙掠鱼仔的台湾人，联络着伫咧台东的小妹。这个小妹是走踪10多年，今年争取着互兄哥转来的机会。安尼等30多年，一家人总算会当伫咧过年前来团圆了。他跟我说，看能不能今年让我回来这样子。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真的很难过。受到哥哥的处境，也是忍不住流目屎。这个故事爱对30多年前讲起，当时爸爸甲17岁哥哥出海，所发生口角，爸爸竟然甲哥哥等伫西班牙小岛。虽然爸爸已经后悔啊，不过拢找无人。几啊冬了后，哥哥总算拄到来到西班牙掠鱼的台湾人，请求帮忙了后，才真无简单联络到台湾的妹妹。他就带回来，然后就照那个柱子去找。原本是无啥相信，一直到我妹妹问伊这几个问题。然后我们就播的时候，刚好是我大哥接的，然后而且我们要怎么确认他是我哥哥？我们就问他说，妈妈叫什么名字？爸爸叫什么名字？阿嬷叫什么名字？他都还记得。对，他都记得。真无简单联络到，但刷来一连串的行政流程，经过10多冬的奔走，总算伫今年拄到贵人，得到帮助，会当来过年。嘛，总算结束哥哥流浪他乡艰困的生活，实现厝内人的心愿。